今集分享一下最近喺澳門住 JW 萬豪嘅經歷。首先講講前往方法。今次由香港出發，坐巴士經過港珠澳同埋澳門大橋，最後到達氹仔嘅銀河城。呢度係穿梭巴士嘅終點站，落車地點就係銀河嘅鑽石大堂。由鑽石大堂步行就可以去到酒店。跟住講下入住嘅過程。今次我用嘅係萬豪積分嚟換房，起初訂嘅係單床房，check in 嘅時候升級咗做雙床房同埋呢個豪華瓷景，退房時間亦都延遲到2點。跟住參觀一下房間，先睇睇個門口，放行李嘅隔籬就係衣櫃。衣櫃對住嘅就係迷你吧，再睇睇衛生間，洗手盆嘅鏡，有部電視機，設計充滿咗高科技嘅元素。最後去到睡房，2張大床都舒服，同埋設備齊全。亦都睇下今次會員嘅福利，歡迎嘅水果都幾大盤，仲有兒童嘅帳篷，加埋迷人嘅夜景，都令人好高興。講下增值服務天浪桃園，樂園屬於銀河，附近酒店嘅住客均可使用。河道漂流打卡真係一流，不過人造波浪更加震撼。